最近你有冇留意一條新聞？2026年4月11號，全球最大嘅冰山 A23A 徹底消耗，大家紛紛轉發啦、點蠟燭啦、寫低嗰種充滿哲理嘅句子啦，咩世界好大啊，多謝你嚟過啊！但係你同我心入邊都明白，呢一種情緒往往只能夠維持5分鐘，5分鐘之後，大家就會被新嘅熱手吸引，然之後一齊重蹈覆轍。大家可以望下我屋企嘅嗰棵大樹，原本咧嗰棵大樹係好乾淨，就好似二沙島呢個環境咁樣，微風一吹過嗰陣時候，哇！啲樹嘅清新嘅香味飄過嚟，成個人就會好鬆弛啦，好舒服。呢一棵樹都係咁樣噶，佢原本咧枝繁葉茂，喺樹下邊亦都冇咩異味，但係唔知從幾時開始咧，呢度居然變成咗沿途呢一條街商戶嘅街道垃圾站。佢哋將啲廢水直接淋喺嗰度，啲廢水啊、廢物啊、垃圾啊，全部堆喺個樹底下。跟住咧，你又可以見到啲老鼠啦、曱甴啦，周圍咁躝。所以當我睇到咗 A23A 消失嘅嗰一剎那，我喺度諗，點解呢一座曾經被譽為全球最大嘅冰山，最後都會喺人類嘅統治下會消失咗？呢個世界上最荒謬嘅事咧，就莫過於我哋一路喺互聯網上邊去悼念冰山，一路喺現實生活當中對一啲綠化慘遭破壞視而不見。我哋喺網上去扮演最深情嘅環保主義者，但係當我哋熄咗個電話、熄咗個屏幕、熄咗個台電視機，對自己每日都要經過嘅嗰棵樹視而不見。我哋識得會去為數以千萬公里之外嘅冰山落淚，但係咧，我哋可以心安理得咁樣睇住身邊嘅生命一步一步走向消亡。最令人心痛嘅就係，其實回顧翻呢一件好細嘅事咧，就好似我屋企樓下嗰棵大樹咁樣啦。明明只不過係需要多一個垃圾桶，一個合理嘅管理辦法就可以改變嘅事實，但係相關部門嘅人偏偏視而不見。管理嘅缺失，再加上商戶嘅無視，令到呢一棵曾經充滿生機嘅大樹，而家面臨緊一場漫長嘅刑罰。其實大自然咧，真係唔需要我哋嗰5分鐘嘅廉價眼淚，佢哋需要嘅係最起碼嘅尊重、重視。如果你覺得消失嘅冰山係好可惜嘅話，如果你想為我哋而家身處嘅大自然，為我哋嘅環境做翻啲嘢嘅話，唔該，敬畏自然，尊重生命。真係唔好等到屋企門口嗰棵大樹徹底枯萎嗰陣時，再嚟寫感言，萬物皆有時。